講起香港娛樂圈嘅黃金年代，80、90年代真係人才輩出。打開電視機，翡翠台、亞視台輪流轉，日日都有好戲睇。嗰陣時 TVB 同亞視鬥到你死我活，街頭巷尾人人都講緊邊套劇邊個角色。但係時代不斷變化，有啲曾經紅到發紫嘅演員，而家一係淡出咗娛樂圈，一係轉行揾第二春。佢哋有啲人做保險經紀，有啲人炒股票炒樓，有啲人開餐廳賣珠寶，有啲人甚至去咗街頭擺檔賣醬料。每一個背後都有啲令人意想不到嘅轉折。有啲人轉行後仲好成功，有啲人就真係要為咗生活而奔波。今日我哋就嚟講下呢11位昔日巨星而家過緊咩樣嘅生活。4. 黃文標。喺 TVB 嘅江湖世界裏面，只要黃文標一出場，觀眾就知道有人要倒霉啦。呢個俾人叫做 TVB 御用收數佬嘅綠葉演員，曾經喺《尋秦記》入面飾演項少龍結拜兄弟滕奕，卻喺離開 TVB 之後3年耗盡積蓄，而家靠賣魚為生。黃文標1962年出生喺深水埗，嗰度係香港最老嘅公屋區之一，住嘅都係基層市民。佢中五畢業之後做過倉務員、西餐學廚、電子錶修理工，咩都做過，生活好辛苦。1989年佢畢業於 TVB 藝員訓練班，27歲先至正式入行，比起其他同期學員遲咗好多。首部劇《佢來自江湖》入面同周星馳有對手戲，飾演一個洗衣店老闆。嗰陣周星馳啱啱開始紅，黃文標覺得可以同周星馳合作係好大嘅榮幸。之後佢擅長演繹反派角色，因為劉大華子成日飾演惡霸、債主、古惑仔、劫匪等等。2001年《尋秦記》入面嘅滕奕係佢最經典嘅角色，同古天樂飾演嘅項少龍結拜兄弟，感情深厚。嗰個角色真係令人好難忘。觀眾每次見到佢都會話：喂，滕奕嚟啦！此外，卡拉屋企嘅大隻 B、包青天嘅王朝、陀槍師姐入面嘅惡霸等等，都令觀眾印象深刻。佢喺 TVB 做咗23年，係不可或缺嘅綠葉。嗰陣時拍劇雖然辛苦，但係收入穩定，每個月都有糧出，屋企可以供到個仔讀書，生活過得去。但係後期黃文標喺好多劇集入面，只係拍一場戲，一出場就死，根本冇錢賺。佢對藝員科心灰意冷，話藝員科成日話俾我去製作部揾監製傾偈，但係我覺得你哋藝員科唔係有責任推銷我咩？點解要我自己去揾？佢覺得 TVB 唔重視綠葉演員，只係將佢哋當做工具。2012年佢轉投香港電視網絡 HKT5，以為可以有新開始，點知 HKT5 冇攞到政府發牌，冇得開台。之後佢3年積蓄用盡，試過月底2個戶口加埋唔夠100蚊。一個拍咗咁多年戲嘅演員，去到咁大年紀，戶口入邊得返幾十蚊，嗰種絕望真係好可怕。佢試過喺街市買餸，揾晒成身人都唔夠俾，最後要放返啲餸。而家嘅黃文標兼職賣魚送貨，喺朋友魚檔幫手，每日天未光開始運魚賣魚，每個月工作20幾日。佢仲喺前藝人好友游去嘅環保科技公司兼職，偶爾製作皮具，幫人修電腦。2020年佢同交往9年，比佢細24歲嘅女友分手。分手原因包括第三者介入、經濟問題同年齡差距。目前孤身一人嘅佢，以阿 Q 精神自我安慰，一個人都可以，有好多嘢唔使交代。2021年佢受古天樂邀請參演電影版《尋秦記》，喺貴州拍攝嗰陣，得到古天樂、孫孫等昔日同事關照，令佢好感動。佢堅持認為拍戲先至係正職，賣魚係兼職，最想嘗試嘅角色係皇帝。佢有句名言：就算你係主角，你唔會高我好多，頂多就係收入高啲。我做3、4線嘅，可能做一世會永恆啲。呢種自我安慰聽落好心酸，但係都好值得尊敬。5. 李以紅。人間嬌憨成絕色，古今國殤第一人。
呢一句說話係網友對李以紅最經典嘅評價。呢個1994年香港小姐季軍，憑住《神雕俠侶》入邊各雙一角驚豔四座，連金庸先生都讚佢係最靈嘅小東邪。但係就喺事業如日中天嗰陣，佢卻因為家族遺傳嘅精神疾病跌入人生低谷。李以紅1970年出生喺香港深水埗，6歲嗰年移民去加拿大，13歲嗰年媽媽患上遺傳性精神疾病，成家人嘅生活陷入困境。媽媽發病嗰陣成日大吵大鬧，有時仲會打爛屋企啲嘢。李以紅同細佬細妹都好驚。為咗幫補屋企，1994年即係24歲嗰年，佢返香港參選香港小姐，攞到季軍同埋最受傳媒歡迎獎，俾人叫做史上最甜港姐。佢笑起上嚟有2個酒窩，個樣好 sweet， 成個人散發住青春氣息。首部作品《阿 Sir 早晨》即刻就同4大天王嘅黎明搭檔演情侶，一個新人第一套劇就可以同天王合作，呢個待遇真係好高。據傳黎明對佢一見鍾情，送車、送豪宅、送名牌包追求，但係佢2次都婉拒，用我哋更加似兄妹嚟回應。有次黎明特登揸部新車去接佢放工，佢坐上車之後第一句就係：哇，部車幾時買㗎？好靚喎！黎明以為佢鍾意，點知佢跟住話：不過我唔識揸車，你送俾我都冇用。黎明聽到即刻尷尬。1995年嘅《神雕俠侶》令佢徹底封神，各雙嘅古靈精怪、天真爛漫俾佢詮釋得入木三分。之後好多年都冇人可以超越佢演嘅郭襄。金庸先生見到佢之後都讚唔絕口，話呢個先至係我心目中嘅郭襄。之後佢4度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，仲提名金馬獎最佳女配角，演技得到業界認可。1999年同林志穎、蘇有朋合作嘅《絕代雙驕》入面，佢飾演嘅小辣椒張晶同樣成為經典。嗰陣時，李以紅真係紅到不得了，拍戲拍到飛起，片約接到手軟。但係2002年，即係32歲嗰年，李以紅因為家族遺傳精神疾病，加上工作壓力太大，患上抑鬱症同焦慮症，症狀極為嚴重。成日一早起身之後，無端啲無故喊，試過揸車嗰陣想衝落天橋。一個咁靚咁有前途嘅女仔，竟然想自殺。佢試過企喺天橋邊，諗住跳落去就一了百了，但係腦海入邊突然出現媽媽嘅樣。佢諗起媽媽都係因為精神病受苦，如果自己都死咗，媽媽點算？最後佢冇跳，返屋企之後喊咗成晚。經過9個月治療先至康復，但係病好咗之後，佢只係敢接拍喜劇，經悲情角色會引發舊病。2024年接受訪問嗰陣，佢坦言自始至終都冇息影，唔係為咗相夫教子而退圈，只不過係冇人揾佢拍戲。呢一句說話聽落好心酸，一個曾經咁紅嘅女演員，居然會去到冇人揾佢拍戲嘅地步。患病期間，圈外男友 Cory 辭職全心照顧佢。佢病到最嚴重嗰陣，連落床都做唔到， Cory 就日日煲湯俾佢飲，扶住佢去覆診。2004年2個人結婚，2005年生咗個仔叫 Sebastian。一家3口移居加拿大溫哥華郊區，住喺人煙稀少、海拔1500英尺嘅高山上面。李以紅話住喺山上面好靜，可以令佢嘅心情平靜落嚟。2013年之後，李以紅考到護士專業資格證，成為兒童精神科護士。佢話因為自己曾經受精神疾病困擾，深深明白病患嘅痛苦，願意幫更多人。而家55歲嘅佢處於半退休狀態，連做護士都係想做先至做，生活好自在。2024年素顏照曝光，滿臉雀斑皺紋，但係佢豁達回應，皺紋都係生活嘅一部分，我而家好幸福，呢個就夠啦。6. 陳秀雯。陳秀雯嘅名字承載住香港電視劇黃金時代最輝煌嘅記憶。佢喺1990年代能夠同 TVB 分庭抗禮嘅亞視一姐，都係俾人譽為港劇大青衣嘅實力派演員。
但係呢個事業頂峰嘅女強人，卻喺長達28年嘅婚姻入面遭遇咗令人唏噓嘅財務騙局。1962年出世嘅陳秀雯，1977年入讀麗的電視藝員訓練班，1979年憑住唱武俠劇《俠盜風流》同名主題曲出道，1980年同林國雄主演《驟雨中的陽光》，掀起青春劇熱潮，收視率超過50%。呢個數字放到而家，簡直係天文數字。兩個人都因戲生情，1983年結婚，嗰陣時真係郎才女貌，人人都羨慕。林國雄當年都係 TVB 小生，兩個人拍拖嗰陣，成日俾狗仔隊影到拖手行街，真係好 sweet。1990年復出之後，陳秀雯加入 TVB 拍《1號皇庭》系列，飾演檢察官丁柔，同陶大宇、歐陽震華合作無間。嗰套劇連續拍咗5輯，套套都入10大電視節目。陳秀雯真係功不可沒。1994年《再見亦是老婆》入邊嘅肥師奶形象深入人心，令佢攞到1電視大獎10大藝人第1名，俾人封為女版師奶殺手。嗰陣時佢真係紅到發紫，行出街個個都認得佢，片酬高企，屋企住豪宅開靚車。佢記得有一次去行街，俾一班師奶圍住，個個都要同佢影相，影到佢手都軟埋。1995年，陳秀雯跳槽去亞視，主演嘅《再見艷陽天》106集長劇，成為唯一能夠威脅 TVB 收視嘅劇集，席捲東南亞，令佢連續2年攞到亞視最佳女主角。1996年，佢更加獲香港皇家頒發功勳演員榮譽勳章，呢個係演員界好高嘅榮譽。嗰陣時，陳秀雯真係如日中天，片約接到手軟，年收入過千萬，屋企幾層樓，揸幾部車。佢記得最風光嗰陣，有個地產商想揾佢代言樓盤，一次過俾咗500萬俾佢。但係佢萬萬冇諗到，呢段風光背後竟然潛藏住一個好大好大嘅悲劇。老公林國雄事業冇佢咁成功，心理慢慢失衡，成日喺屋企打坐，話要出家。更加要命嘅係林國雄投資屢屢失敗，1998年俾內地假高真騙咗1000萬港元，呢筆錢正正就係陳秀雯借俾佢嘅，辛辛苦苦拍劇揾嚟嘅錢就咁俾人騙晒。嗰個所謂嘅高僧話投資寺廟可以賺大錢，林國雄信咗，結果血本無歸。2000年又因為擔保公司欠債，俾人追討300幾萬。根據陳秀雯妹妹陳嘉玲公開控訴，林國雄多年嚟用各種手法，從陳秀雯同屋企人度拎走超過2000萬港元。曾經試過3個月就花光陳秀雯拍一部劇嘅收入，即係100幾200萬就咁冇咗。陳嘉玲喺訪問入面好激動咁話，佢唔單止騙家姐嘅錢，連我哋幾個兄弟姊妹嘅錢都騙埋，話拿去做生意，結果全部都冇咗。為咗還債，陳秀雯撲命拍劇，一日拍足10幾個鐘，身心俱疲。有次佢拍夜戲拍到凌晨4點，返到屋企沖完涼就要即刻出返去拍早場，連瞓覺嘅時間都冇。媽媽因為擔心女兒壓力太大，患上癌症過身，臨終前仲握住陳秀雯嘅手話，唔好再為嗰個男人犧牲啦。兒子都一度患上抑鬱症，成日匿喺房入邊唔出聲。屋企面嘅氣氛差到不得了，成個家俾債務壓到透唔到氣。2011年，陳秀雯終於結束呢段28年嘅婚姻，正式簽字離婚。嗰年佢49歲，大半生最好嘅青春都耗喺呢段失敗嘅婚姻入面，換嚟嘅係債台高築同心力交瘁。離婚嗰日，佢冇喊，只係喺律師樓靜靜咁簽咗個名。出到嚟見到天好藍，佢深深吸咗一啖氣，覺得終於可以重新開始。離婚之後，陳秀雯選擇低調生活。2012年開始，佢學習香薰治療，考到香薰治療師文憑，開設自家品牌艾美工房，親自調配精油產品。2019年最後一部電視劇《教速》播完之後，佢基本上淡出幕前。2025年2月，有人喺深水埗街頭見到佢擺地攤賣手工香薰，引嚟好多人圍觀。有人認出佢之後好驚訝，話陳秀雯真係佢，點解會喺度擺檔？
2024年都俾人影到佢獨自一個人喺街頭漫步，外表同普通大媽冇乜分別，完全冇咗當年嘅風采。而家63歲嘅佢同34歲嘅兒子相依為命，過住簡樸而平靜嘅生活。